台南北门因为受到去年风台雨的影响，这红葱头的产量是减少，收无到去年的6成。虽然即马产地价销是有起5块至10块，不过农民讲扣掉工资，抑个其他的支出根本就袂好。因来农会是表示讲，可能是要等到2月、3月产量才会恢复正常。去年10月前的早仓，即阵差不多3个月尾啊，准备要收成。不过台南北门这的农民煞怨叹，今年产量比去年减真济，主要因为受到去年风台雨水影响，造成这红葱头长变较弱，嘛较袂发，甚至有的嘛连去。红葱头正了，见咱面纱足大粒安尼，就产量较歹。东风台吼出一个吼，葱仔尾拢讲有害气啦，损害气。啊，所以吼，即摆讲发觉有较无迄个，今年你看这拢啊一丛一支尔，啊这个无重，就阮这加无500-600斤，啊你计销好较有路用，计销好了产量走袂出来啊。农民讲，即摆伊一分地采收加无到1000斤，加要付工资等费用，成本根本算袂好。台南红葱头种的面积占全台9成，其中北门区的面积就130公顷。农会表示，早仓采收，去年一分地通收到1800斤，今年平均降到1300斤。那产地计销有甲起，一斤起5至10块。真侪业者游玩照相买，因为红葱头会当欠芳，增加料理的香气。有涨，现在大概150，一台斤150。之前大概都落在60-70到80那边。红葱头的价销会阁遐尼啊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去年咱的雨水较多，导致咱的早仓种的量会较少。佮加上今年农历年前啊提早啦。除了做年菜需求，还有一寡餐厅烦恼春节市场无开市，会先甲红葱头囤起来。北门农会讲，早仓本正产量就较少，若要恢复产量，上紧爱等到2月至3月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